12月18，嘉义市长特别投票，现任的市长国民党的黄敏惠今仔开始请假到立选战，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毅是要求黄敏惠做伙公开来进行政见的辩论。手提支持者送的菜头，正是请假投入选举的嘉义市长国民党籍候选人黄敏惠，初实在是来到传统市场拜票。伊讲，这届的选举是加战拼高战，需要市民的团结支持。许多的考验正好来凸显我们嘉义市大家的团结，所以基站平时我想平时的表现总比伫选举一时才来表演较重要。针对黄敏惠讲加战拼高战的讲法，嘉义市长民进党候选人李俊毅讲，政党支持家己党的候选人，这无啥物唔对。颠倒是对手伫嘉义有13年的执政经验，为什么一直闪避政见的辩论？我们邀请了黄敏惠市长非常多次，甚至选委会的勾选，我们也勾选了非常多次。我们比别人还多了一次。那这个黄敏惠市长还是不敢正面交锋。黄敏惠表示，这届阁摕到市政满意度第1名的成绩，是市民对嘉义市政府的肯定，这嘛是平常时累积的成果。李俊毅指出，嘉义市的未来袂当只有个人品牌的包装，需要改变，才会当互嘉义来进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